呢個田東南之旅點樣先算完美？想感受真正嘅田東南，肯定唔可以錯過呢3大賽事，仲有呢度嘅牛屎火鍋。大家好，我哋係一班女朋友，為咗幫大家揾抵食又好玩嘅地方，今次我哋難得嚟到田東南，搭大巴都要幫大家去到海里、台盤、容江呢3個地方，睇晒村 T、村超、村 BA 3大賽事，整理咗一條打卡3大賽事嘅自駕旅遊攻略送俾大家。想要過嚟睇賽事又想食得好、住得好，千祈唔好錯過我哋今期視頻。例牌點讚、關注、收藏，再慢慢睇啦。第一站海里村 T， 海里村 T 舉辦場地就喺海里苗洞風情區，每晚7點半開始。貴州各地唔同嘅民族、唔同嘅村寨，上到70下到幾歲就會自發嚟到呢度，着住佢哋獨特嘅服飾喺度爭奇鬥豔。一張手就俾我抱啦！佢哋保留至今嘅呢一份古樸，喺大山生活練就出嚟嘅不屈同埋智慧，最終唔止走出大山，仲走上咗中國國際時裝周，驚豔全世界。所以你話點可以錯過呢？苗洞風情園後邊小高山頂呢間民宿，你哋一定有興趣。哇！兜咗咁多圈嚟呢度，好似南昆山啊！飽未啊？飽啦，啲嘢頂咗出嚟啦！你唔好俾做開手先。好。哇！呢個位都唔知有咩好爭，我呢個位係咯，嗱，有咩好爭嘅？有咩好爭？我夠啦，夠呢個位夠。牧野谷呢度係由棉石村傳統嘅木屋改造而成，房間開聞到陣陣嘅達木香。獨立庭院裏面係2房1廳，房間佈置簡約，客廳有麻雀、書台，室外有廚房，出門就可以感受到梯田同埋山巒嘅景色。當然民宿仲有燒烤營地、書吧、餐廳，呢啲咪城市人嚮往嘅原始又不失精緻嘅田園生活咯。鄉村 KTV， 走音都唔驚，支咪有問題，確定係支咪嘅問題。你試下咯，嗱，到你表演下，嗱，到你表演下，你唔失，你表演下，快啲！哇，好正喎！哇，大家睇下呢個鄉村嘅環境，佢真係呢條村啊！我真係一條村。你係講得幾啱。係啊！我要河粉。哇，呢個燒日都望住個山煮嘅。唔係麵都可以嗰種麵。我要麵啊，不要粉，他要粉，我要麵。你要咩嘅啫？究竟而家？見到人哋啲粉好似幾靚，我想食粉啦已經。即係乞人憎啊！咩啊？人哋未煮啊。OK。早晨，咁㗎？瞓得好唔好係嘛？好啊！大家嚟到貴州海里，千祈唔好錯過呢一間民宿，獨棟2房1廳，只需700零蚊嘅啫。有需要嘅話，都喺留言區揾我哋喎。由牧野谷出發到台盤村，全程37公里，打車大概40分鐘。見到呢個標誌性嘅建築就到啦。我哋就到咗台盤啦啊！後邊有好大嘅籃球喺度，嗰個就係地標村 BA。一般有賽事，村裏面會封路嘅。由呢個雕塑行去球場大概係10分鐘。嚟啦！哇！帶嚟睇村 BA 啊！係啊，雖然你冇機會參加啊，等我落場打兩句啊！落場被人打得，直接進去還是怎麼樣？要預約嗎？掃碼哦，要掃碼，要掃碼預約。係啊，仲要輸入身份證號嘅，仲要人面識別添喎屌！預約完擦面，哇好壯觀喎係啊！哇係啊真係啊！我哋唔喺屏幕上面嘅點解？係啊，好正啊！聽日啲人多啊！我哋今日星期5啊！如果大家想睇球賽咧，可以關注呢個今日台江。咁我哋而家睇緊呢個啦，係4點鐘啦，6點半總決賽開幕式喎，一直玩到係10點半。你阿叔。其實可能我唔講，大家都唔知道。原來20世紀40年代起，每年農曆6月6食新節期間，台盤村就會邀請十里八鄉嘅村民參賽，係台盤村幾十年嚟嘅傳統。呢個村嘅舊球場已經有幾十年嘅歷史。自從自媒體曝光之後，呢度先至令世界矚目，有更多嘅球隊過嚟交流。咁多年嚟都堅持唔收費、唔商業，獎品都係村民自發嘅土特產。中場仲會派發小零食俾大家。可以派㗎，村 BA 奶漿蛋糕，有波睇，有嘢食。你好，籃球愛好者呢度簡直係天堂啊！好咯，睇完啦點啊？不過時間唔夠啫，其實可以睇落去幾好睇嘅。其實係可以嘅，係啊。貴州村 BA 嚟呢度睇球賽過夜，我推薦呢一間村口嘅酒店。好啊，冇住過呢啲咁啊！
呢個犀利喎！有排氣㗎，放心喎嚇。你有屙屎？係啊，嗰個窗係咁啦，仆街。係咁噶啦。如果你只係中轉感受下氣氛，咁我推薦你嚟呢度。老闆得幾度㗎咋？凍死人咩想？打咗車未啊？佢打車打幾打唔到。攻略，千祈唔嚟到呢度睇村超，唔好打車啊！唔好打車啊！唉，咁我自己做一件好戇鳩嘅事，我哋竟然喺村口睇啲直播。就係呢隻閪佬啊！唔跟言煙吟就話要轉酒店，就定唔轉酒店？關我哋冇份，因為我其實想睇今晚嘅。講呢啲閪嘢，呢個閪人真係呢個紅楊苗寨離台盤村33公里，40分鐘車；離台江縣城16公里，係中國傳統村落之一。24年嘅時候，總理李強到紅楊村走訪脫貧群眾，喺度睇村 BA 直播，好似好犀利咁。就係因為咁，所以我哋不辭勞苦，幾經波折，終於喺晚上嚟到呢度。嚟咗呢度之後，一啲都唔後悔，後悔係自己影唔出呢度嘅靚。點啊？靚唔靚喺度？幾好啊！上到嚟之後，我覺得好喘，但係空氣好清新。而家就真係差少少太陽。如果有太陽，但我覺得幾舒服㗎，咁樣又真係好舒服。紅楊苗寨已經有1000幾年嘅歷史，地處台江國家森林公園裏面，平均海拔1100米，真係山清水秀、清幽寧靜。房屋都係木質嘅吊腳樓依山而建，呢啲自然環境一個字掂啊！嗱，使乜去博物館啦？你睇下啲吉龍啲農具都係舊㗎。有扒，有呢個真係牛啫。隻牛翻到廣州啊！呢隻牛嘅，嗰隻豬啊，嗰隻狗啊，嗰隻殺絲。豬狗不如？景台啊？係啊。可以一覽整個村落。我哋依家嚟到紅楊村苗寨入邊，呢啲係翻修過嘅民宿。佢每一棟都係獨立嘅大院，有2個房間，有一個廳。呢個係火塘，咁你天氣凍嘅時候喺度可以燒炭。關住門窗燒炭，咁啊好刺激㗎。你話呢度冇商業又唔係，雲村集團將呢度原本就係倒塌嘅舊屋修舊如舊，變成精緻嘅民宿。你話佢商業，除咗民宿同餐廳，一切都保留住村落嘅原貌。工作人員都係村裏面嘅阿姨同老人。呢度我真係舉腳推薦。呢個裝 B 好似裝得有啲過，係啊。你嚟貴州幾日都多咗個仔，幾快喎？唔係你私生子啊？你啊，喺你旁邊㗎。係喎，走。我非常喜歡這個鄉村的啊，那麼很好的一個地方。對，你看李強總理也來了咱們村啊，我就覺得我們村真的太幸福了，也非常榮幸。那麼我也特別有幸親自接待了我們的李強總理，也非常的鼓勵吧。然後給大家宣傳出去，讓你們更多人能夠來到這裡。確實綠水青山，確實特別的好。夏天呢，就是跟你說睡覺簡直就不要空調的。哇，這麼好。對，非常的淳樸，非常的原生態。看來我們夏天還要來體驗一下。這個地方準沒錯，來了你絕對還得會再來。如無意外，肯定發生啲意外嘅。刺唔刺激？開唔開心？而家準備去海里，再轉車去陽江。佢啲係咪生正牌？唔知咧。正啊！呢啲嚇幾耐未坐過呢啲車啊？金耀旅程嗰啲奔波，坐50分鐘車，而家再嚟到海里，然後再坐班車去陽江。快啲啊！快啲啊！夠鐘啦，12點半啦。千山萬苦車嚟到啦，好靚嘅，10點幾轉車轉到而家。冇功勞都有苦勞啊！各位女朋友記得1件3年啊！而家3點鐘。入波嘅聲啦！好彩嘅係榕江車站旁邊就係村超嘅足球場，球場咯，要聽到解說聲，係咪啊？封路啦！快啲去啊！快啲去啊！行去！哇！哇！點解要嚟呢度睇村超？村超原名榕江和美鄉村足球聯賽。榕江38萬人口裏面有5萬人都識得踢足球，每一條村都有佢自己嘅足球隊，每次賽事都係村民自發組織。就係呢一份民族嘅榮耀感同埋單純嘅意外，打動咗全世界，吸引咗50幾個國家1200名球員過嚟交流。呢度嘅氣氛真係唔一樣。
佢個氛圍好正啊！佢氛圍係點樣？即係大家冇咩規矩，大家行嚟行去，然後食嘢，然後敲鑼打鼓，然後有人跳舞又食，嗰種感覺。同埋咧，佢哋啲水平又真係高嘅，即係唔係差嘅。係啊，嗰個我哋國家舉嗰個打幾廿場都輸幾廿場嘅，注意下啦自己。依家我哋去吃鱉。榕江係雙鉗桂重要中心地帶，貴港高鐵入鉗第一站，離廣州2個鐘車程。除咗村超出名之外，佢仲有中國體操之鄉同埋中國第一啤城。聽講連謝霆鋒都過嚟打卡，點可以唔試喺度教啤呢？打唔到的士，淨係打呢啲啦。我打給你哈。中國牛扁王。對。啲牛啤啊！哇，嗰陣味，哇，真係好！喺山上面放養嘅牛，食咗各種嘅草料同埋草藥，喺胃裏面未完全消化嘅內容物，呢個叫做白草汁，再加入各種香料同埋牛膽汁煮完隔渣之後嘅濃稠液體，稱之為鳥啤。聽講有消炎解毒、健胃同醫感冒嘅功效。咩味啊？有啲臭臭地嘅味咯，味到牛屎嗰種嘅狀態嗰種臭味。係嗰陣味，即係冇咁濃烈咯。佢牛肚、牛肉一齊煮嘅呢個乾嘅，死真唔覺有啲咩怪味咯。有牛雜啦，牛肉啦，一定唔會太坑嘅。但我覺得冇嘢啊，我覺得佢呢啲都冇嘢，我覺得幾好食添啊！而家比如就係咁聞落嗰陣味啫，食生咯，食下覺得好好食啊，乾乾淨淨。冇咩味㗎啦，因為抌得落去。放茴香又放咗嗰啲葱蒜芫茜落。我覺得好好食，真係好好食。即係如果想試下嘅話，都可以點個鴛鴦嘅一斤。冇錯，一人一斤其實夠食㗎啦，絕對飽。推薦。124是吧？好。是不是謝霆鋒也你們這裡吃過？喺呢960萬平方公里嘅土地上，類似咁嘅鄉村星羅棋布。呢度嘅人善良、勇敢、熱愛生活，所有人都有追求美好生活嘅權利。能夠成為中國人，我哋感到無比自豪同埋幸福。面對國際環境，我哋唔惹事，但都唔怕事。中國加油！關注我哋一班女朋友，帶你去更多好玩有仔食嘅地方。